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2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32天。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军队试图在苏梅州战场夺回主动权。苏梅方向仍是俄乌冲突最激烈的战线之一。2025年6月初，俄军北方集群加强边境攻势，相继夺得奥列克西夫卡、亚布卢尼夫卡等定居点，重点目标为战略要地尤纳基夫卡。该地距乌梅市与俄乌边境各半，控制此地将使俄军获得森林地带立足点，并威胁对苏梅实施炮击与无人机打击。尤纳基夫卡约1/3区域处于灰色地带，战斗烈度极高。为收复失地，乌军投入精锐力量反扑。空降兵第95旅在洛科尼亚方向发动突击，阻止俄军借森林掩护向东推进至萨德基。特种作战部队与国防部情报总局小组实施渗透破坏。第101通信团改编为突击机群，强化前沿通信与电子战能力。尽管乌军反击取得局部进展，但俄军依托森林地形构筑工事，增加驱逐难度。乌军正持续增兵，试图通过空中机动与火力协同打破僵局。若俄军巩固洛科尼亚突出部，将形成对苏梅市直接威胁，进一步压缩乌军防御纵深。苏梅州战事凸显俄乌边境争夺的残酷性，双方均投入精锐力量，战场态势仍呈动态焦灼。这是俄罗斯方面的报道，说明俄乌双方在苏梅的这个战斗那是非常惨烈的。7月2日，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射了8架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称，所有8架乌克兰无人机均被俄罗斯军队部署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摧毁。此次袭击发生在莫斯科时间8点至9点之间。此外，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还挫败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新沙赫金斯克和阿克塞斯基区的袭击。据悉，7月2日，乌克兰武装部队向俄罗斯境内发射的无人机数量比前一天夜间减少了12倍。实际上，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的防空系统进行了系统性的打击，首先是出动无人机蜂群，消耗敌人的防空弹药，然后精准轰炸，对高价值目标予以摧毁，主要针对保护克里米亚大桥的 S-400凯旋防空系统和配套雷达。被摧毁的设备包括火控雷达、远程监视雷达和发射车，价值超10亿美元。敌人为了保护战争重要后勤补给克里米亚大桥，不惜一切代价投入重要装备，但却一次次被乌军突破。克里米亚大桥这个被摧毁，恐怕也是早晚的事。7月1日凌晨，被占领的卢甘斯克市发生爆炸，无人机袭击后，多处地点燃起大火。当地电报频道发布了爆炸瞬间的视频，画面中可听到无人机声音和大范围的火光。俄罗斯塔斯社援引所谓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占领当局的说法称，有超过20架无人机飞越卢甘斯克。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表示，在卢甘斯克，俄军的物流设施正在被燃烧。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俄军已经全部拿下了卢甘斯克，已经完全占领了卢甘斯克。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卢甘斯克本来是90%几已经被俄军占领了，是乌东4个州里面被俄军占领最多的一个州。那现在他把剩下的几全部吞并完，这个也有可能是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同一夜间，顿涅茨克也遭到袭击，俄方频道称袭击使用了鹰制风暴阴影导弹。7月1日早上，俄罗斯叫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叫伊热夫斯克市也遭遇不明无人机袭击，爆炸发生在圆顶工厂附近，该厂生产道尔导弹系统和黄蜂防空导弹系统。乌克兰军队持续对俄战区的军事设施发动打击，旨在破坏其持续战争的能力。泽连斯基在他的每晚的视频
名讲话中说，第110独立机械化旅长叫扎哈列维奇上校及该旅其他人员阵亡。我向所有遇难者亲友表示哀悼。此次空袭的具体情况正在全面调查中，我正在等待报告所有伤员。此次空袭是导弹袭击的，都已获得必要的援助，超过30人受伤。我们一定会对俄军此次空袭予以回击。这个双方在战线上变化并不是很大，俄罗斯筹备谋划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夏季攻势似乎已无疾而终。我们再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今天媒体在传言，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证实，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军事援助。多家媒体报道说，这主要是美国的媒体说，这一决定源于对美国军火库存过度下降的担忧。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一份声明中说，五角大楼在审查美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后，决定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美国副国防部长叫科尔发表声明说，五角大楼正在严格审查和调整向乌克兰提供军援的方式，以符合结束乌克兰冲突的目标，同时保持美军对政府国防优先事项的战备状态。这美国人这个暂停了对乌克兰的部分军事援助。五角大楼这一决定将影响美国此前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多种武器和导弹，包括数十枚爱国者拦截导弹、数千枚1.5毫米杀伤爆破榴弹炮弹、100多枚地狱火导弹、250多枚制导多管火箭系统高精度导弹，也就是那个海马斯用的，以及数十枚毒刺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美国扣留指定运往乌克兰的武器，此举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援助基辅、抵御俄罗斯入侵方面承诺有所松懈。这个特朗普政府的理由是美国的库存较低，反映出美国在持续支援乌克兰的同时，面临着国内军备资源紧张的问题。毕竟美国不仅要应对乌克兰的局势，还得在全球多个热点地区保持军事存在，军备的消耗确实也不小。但是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还是希望通过在援助乌克兰这块施加压力，逼迫乌克兰跟普京谈判，也就是要压这个乌克兰屈服。但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透露，他说尚未收到美国关于停止军援的任何官方信息，已与美国通电话，以明确国防供应细节。对于美方部分国防员可能延迟交付的消息，乌方表示关注，将调查实际交付情况。乌克兰国防部声明称，目前尚未收到任何关于暂停或修改已删定国防援助交付时间表的官方通知，正依据实际数据核实交付细节。此次与美通话正是为确认相关信息。乌国防部强调，在协调国防援助，尤其是强化防空系统时，确保稳定、连续且可预期的援助对乌克兰至关重要。7月1日，新当选的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斯基宣布计划访问乌克兰，并与泽连斯基会面。波兰的前总统杜达对乌克兰的援助那是态度十分坚决，立场也很坚定。纳夫罗斯基他一上任就访问基辅，就要与泽连斯基见面，那这个本身就说明问题，也就是波兰在未来对乌克兰的援助这一块恐怕不会松懈的。但是波兰和乌克兰之间也有很多利益冲突，关于农产品，关于各种欧盟的一些加工，乌克兰和波兰的利益并不一致，所以这个对纳夫罗斯基这个新总统来说都是一个考验，如何跟乌克兰要求同存异。因为波兰和乌克兰那是真正的叫唇亡齿寒，所以这个就考验这个波兰的新总统的这个智慧，如何在援助乌克兰不打折的情况下，也要维护波兰自身的利益。我们再看看德国总理默尔茨，他说德国对建立欧洲核保护伞持开放态度。关于核保护伞，我们认为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在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内维持与美国的核合作。7月1日，德国总理默尔茨在卢森堡首相弗里登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默尔茨强调，他支持维持美国的核保护伞，但同时对建立欧洲核保护伞讨论持开放态度，也就是跟美国的核保护伞不矛盾，欧洲要搞自己的核保护伞。默尔茨指出，目前该议题仅由法国方面提出，除了我们已同意讨论此事外，迄今为止尚未出现新的提案，但我对讨论这一问题持开放态度，也就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如果你完全指着美国，那美国万一掉链子，现在特朗普就在掉链子。所以默尔茨说，对欧洲的核保护伞的讨论呢，持开放态度。此前，德国联盟党联邦议院
党团主席施潘表示，部署在德国的美国核武器不足以遏制俄罗斯，因此他认为德国或欧盟应获得法国或英国核武库的使用权限。大家看视频。Was den nuklearen Schutzschirm betrifft, bin ich zunächst einmal der Auffassung, dass wir alles tun sollten, um auch für die nächsten Jahre, wenn nicht Jahrzehnte, die nukleare Teilhabe mit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aufrechtzuerhalten. Was nicht bedeutet, dass wir nicht auch auf europäischer Seite darüber sprechen können, wie wir einen atomaren Schutz für unser Territorium mittelfristig, langfristig organisieren können. 说到英国、法国的核武库的使用权限，那么好戏就来了。路透社援引政客网站2日的报道，英国与德国之间的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已进入最后定案阶段，防务安全被视为该协议的核心议题。英德防务协定进入签署阶段，拟将共同威胁纳入条约，也就是这个欧洲国家之间有北约还不行，这个各个国家之间还形成这个联盟。政客援引2名英国政府官员的消息称，双方预定将于7月17日正式签署该条约。草案中包含一项关键条款，任何对其中一方构成战略性威胁的行为将被视为对另一方的威胁，凸显两国安全利益的深度绑定，也就是英国和德国已经是真正的战略盟友。你攻击英国，那就视同于攻击德国；你攻击德国，就视同于攻击英国。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没有新的进展可以公开，但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则确认，英德双方正就协议文本进行最后的磋商，并透露德国联邦内阁预计将在7月底之前正式批准该协议。首先是英国和德国签署共同防御条约，这个说白了都是欧洲在为美国退出欧洲在做准备，先框架搭好。什么框架？核心的几个国家之间这种战略同盟关系要先确立，在北约之外他们要确认战略同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英国给德国提供了核保护。那现在就看法国跟英国之间会有没有这样的协议。同样在7月1号，德国总理莫尔茨在接受德国电视2台采访时说，德国与斯洛伐克政府关于第18轮对俄制裁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他指出，欧洲各国正努力推动解决相关问题，目前正在工作层面寻求折中方案。一旦方案确定，第18轮制裁也将随之生效。顺便说一句，这是3年半以来针对乌克兰，这个就是对俄罗斯实施的最严厉的伊朗制裁方案。更重要的是，德国总理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向乌克兰供应金牛座导弹仍有可能，但尚未与泽连斯基达成协议。根据莫尔茨的介绍，对乌克兰飞行员进行该武器系统的培训大约需要6个月，目前培训工作尚未开始。咱们一直说这个德国的金牛座导弹一直牵动着俄罗斯高层的心，这个俄罗斯的5伏1瓦1斤为了德国的金牛座是夜不能寐，尿不湿的消耗量大幅增加，尤其是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什么雄狮力量空袭行动，动不动把伊朗的那些高级将领就团灭，所以这一幕坚决不能在俄罗斯上演。所以这时候金牛座就显得非常这个敏感。这个俄罗斯的5伏1瓦1斤一再恐吓德国，如果提供金牛座，那就是向俄罗斯宣战。但是你看，德国总理莫尔茨一会儿提供，一会儿不提供，一会儿在保密，一会儿说这个培训需要6个月，他每表一次态就让这个俄罗斯的高层紧张一阵。这个金牛座仿佛是达摩克里斯之剑悬在俄罗斯高层的头上，让他们寝食难安。关键的是，这个德国人动不动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讨论一次，隔一段时间就放个风，撩拨这个俄罗斯高层的心，也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法国武装部队参谋长蒂埃里·布尔卡尔将军在法国会议时提醒到，北约在波罗的海的主导地位，如果发生对抗，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没有一艘俄罗斯船能够成功穿越波罗的海。也就是说，波罗的海已经被北约牢牢的掌控了，一旦发生冲突，没有一艘船可以离开波罗的海。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而言是一场军事灾难，削弱了俄罗斯的能力，使其无法向叙利亚和伊朗等伙伴提供援助。这种战略上的自杀行为仅仅是在面对乌克兰单独对抗时发生的，因此很可能莫斯科无法在面对北约时占据上风。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具备维持和
强化可信威慑的能力，以防止任何冲突，并保持我们在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的优势。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1日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这是两国领导人自2022年9月以来首次通话。通话持续了2个小时，主要讨论2个议题：伊朗核问题和俄乌冲突。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法国和俄罗斯的分歧还不是特别大，也就是说能找到某些共同点。但是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则有较大的差异。普京坚持乌克兰危机是因西方无视俄安全利益所致，任何和平协议须以新的领土现实，也就是承认乌东斯克州和克里米亚为俄罗斯的领土，消除冲突根源。马克龙则呼吁双方应立即停火并启动谈判，强调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需由乌方自主决定，反对强加领土让步。马克龙通完话之后，向泽连斯基、特朗普简报内容。法媒报道说，法国总统艾丽舍宫证实，马克龙和普京同意继续就乌克兰危机交换意见。根据俄罗斯方面说法，这个普京和马克龙的通话是在法方的要求下，这个很有意思。我记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天，马克龙就给普京打电话，结果普京说他对不起，我的健身时间到了，把电话挂下就健身去了，嚣张至极。我们看看这个俄罗斯人他是怎么倒打一耙的。这个俄罗斯的议员谈美国特使对俄谴责，这个俄罗斯议员说基辅在拖延和谈判。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预备役少将伊夫列夫在评论美国乌克兰问题特使凯洛格对俄罗斯的谴责时，向卫星通讯社表示说，乌克兰冲突被基辅政权和其幕后的北约成员国军工企业所拖延。列夫伊夫称类似的言论都是谬论，俄方在土耳其谈判上提出了达成和平的清晰计划，且愿意举行下一轮谈判。而与之相反，乌克兰却拖延谈判，因为北约成员国的军工企业在向其施压，原因是他们不能分配向乌军供应武器而获得的利益。你说这个俄罗斯人可以真的说是颠倒黑白。在2月份，这乌克兰就已经同意了特朗普的这个建议，无条件停火，就先停火。这些俄罗斯的流氓强盗，无非就是让乌克兰先承认乌东斯克州和克里米亚是俄罗斯领土，你承认了这是他领土，那再停火，就这点区别，这就是强盗逻辑。这2天，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关系是急剧恶化，而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就阿塞拜疆相关局势发表评论，说俄方并未对巴库构成威胁，此次事件的根源在于开展打击犯罪活动，其中就包括打击针对阿塞拜疆人的违法行为。莫斯科方面觉察到基辅，也就是说乌克兰正在试图破坏俄联邦与阿塞拜疆关系，蓄意挑起紧张局势。总之，一切责任在乌克兰。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这个紧张局势，居然是乌克兰挑拨的，这叫什么逻辑？这个阿塞拜疆宣布，阿塞拜疆境内所有俄语学校将逐步关闭，俄语将从学校课程中完全删除。这个叔叔能忍，婶婶忍不了。普京很有可能要宣布对阿塞拜疆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为什么呢？他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中有一条，就是乌克兰不让说俄语了，这回阿塞拜疆也不让说俄语，那是不是也要把阿塞拜疆再打一顿？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呢，扎哈罗娃呼吁阿塞拜疆通过外交渠道，本着伙伴精神解决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普京能有这么好的脾气，纯粹是因为在乌克兰战场上一筹莫展，被乌克兰人给拖住了，否则普京怎么可能忍得了这个呢？早就调动几个部队，几个什么海步旅，几个装甲旅，陈兵北高加索，对他进行威慑。但是现在已经不行了，今非昔比，所以只能低三下四的求这个阿塞拜疆大哥要面子，给点面子好不好？不光这个阿塞拜疆不给俄罗斯面子，就连阿塞拜疆的这个老对头、死对头这个亚美尼亚也不给俄罗斯面子。你说这叫什么事？说明俄罗斯已经把周边国家全得罪了，把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全部得罪。这个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最近访问土耳其，大家知道这个阿塞拜疆幕后的老大就是土耳其，现在这个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也跑到土耳其去了，干什么呢？与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就赞格祖尔走廊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俄罗斯对该走廊的控制权为0。实际上，俄罗斯已经被完全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这个俄罗斯是忍不了的。某大国要在中亚修铁路，对吧？什么中吉乌铁路，那都得看俄爹脸色。俄爹说修不了就修不了，俄爹说能修就修，俄爹说往哪儿修就往哪儿修。所以按照俄爹的脾气，你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你们鬼鬼祟祟的修个铁路，修这个赞格佐尔阻拦，不交给大哥审议能行吗？结果在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的斡旋之下，他就不让俄罗斯插一腿，俄罗斯被完全排除在这一
以竞争之外。作为回应，莫斯科上周试图利用教会和宗教精英对帕西尼扬发动政变，试图破坏正在进行的谈判，但未成功。俄罗斯也试图向阿塞拜疆施压，但这些努力徒劳无功，反而造成了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越来越紧张，翻脸。也就是说，现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尤其是高加索地区，正在形成一个反俄联盟，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联盟。这也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给迪波老人又一记窝心脚，刚在叙利亚挥得一拳开，这在南高加索又给俄罗斯狠狠的来一脚。这个普京不仅仰天长啸，既生安，和生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